歡迎大家收睇小伙子頻道。首先咧喺度恭祝各位咧馬年行大運，馬到功成，身體健康，財源廣進，心想事成，恭喜發財。今日係大年初唔係大年初，係年30，唔係年29噶啦。咁今日咧做啲咩咧？我就喺度開始咧要部署定咧2026年咧 QQQ 同 SPY 嘅買入部署噶啦。原因咧兩個啦，第一原因咧就係嗰個流動性咧急升啊，即係流動性咧比個商總升得更加快。你自己望望黃色嗰條線啊，升緊㗎啦，近來都升得好急下，咁仍未反映。第二樣嘢啦，就係個 RSI MACD 咧都去翻中性，未話最靚仔，咁但係咧，我覺得可以開始買入㗎啦。同時間咧，小伙子一次過抌晒落去好啊，定係分注買啊，定係有啲咩指標入最好咧？咁我都花咗好大量嘅時間啊，用呢個 Manus 之前介紹過㗎啦，Manus 咧去同我去模擬一下咧，前10年同埋咧。之前嘅一啲最差嘅概況，如果喺而家呢個時間入最 worst 嘅情況，即係好似如果之後發生金融海嘯或者雷曼咧，有啲咩最差情況同埋咧幾時 recover， 同埋啦都係嗰句不在有投資建純個人分享啦。而家咧我個心嘅最新諗法就係慢即係快啊，唔使貪圖一時之間嘅。咁但係我講一句説話啫希望振奮到大家人心，就係每個月投資3萬，我嗰時每個月投資3萬，10年之後咧就變1000萬。唔係講笑㗎咁多次小伙子係之前啫咁但係我覺得後期可能科技嘅爆嘅趨勢可能更加勁都未定咁都係嗰個啦，我自己睇法同埋小伙子係3萬蚊一個月，一年就36萬，10年就係360萬，咁即係升3倍，有冇可能咧？同埋點樣做咧？咁我都簡單一句先啦，我呢排都會開始入㗎啦，咁而家600蚊到啦 QQQ。優先買 QQQ 啦，同埋嗰個比例咧，下面有㗎啦。咁同埋都嗰句啦如果想早啲睇到小伙子影片啦，歡迎大家訂閱 Beehive，同埋咧會有一啲而家係6蚊一日，遲啲8蚊一日，甚至更加貴啦。咁都係嗰句，早啲再早啲睇到獨家啦，同埋咧一啲優先嘅內容。咁事不宜遲啦多嗰句啦，不就有任何投資建議啊。咁而家咧新年我匿埋喺一間房度鎖住道門先。我覺得可以開始買入㗎啦，同埋咧比較唔同嘅策略咧，邊個會好啲？咁時不時即刻睇睇。咁可能呢條片太長咧，會分幾段啊？電話又冇電，同埋咧可能分幾段嘅。咁我希望分享到我覺得重要嘅資訊啦。咁我頭先咧就問一問 AI，可唔可以模擬一下幫我計算2010年呢個叫做金融海嘯之後1月1號開始買，買10年，買到2019年嘅12月31號，每個月買1萬蚊，最後總值幾多咧？總成本咧係1年係12萬啊嘛，10年咧就120萬，最後升幾多咧？我都唔花咁多時間啦，直接俾大家睇。如果你每個月買咧，就係咧去到呢個300萬嘅，咁即係升咗咧1.6倍嘅。咁呢個咧就係每個月去買嘅。咁小伙子如果一鑊過去又點樣計咧？同埋呢個頭先話 QQQ 嘛。相對上冇咁波動激烈嘅咧就係 SPY， 咁 SPY 係幾多咧？咁呢度咧都計咗俾我啦，大概1倍到啦。咁即係10年升1倍，其實就話唔係話好多。不過想當年咧嗰個流動性咧都唔係升好多，咁而家流動性入邊升得比較急啲嘅。咁我覺得咧再落啦。咁咧睇下先咁呢個係2010年啊嘛。咁我再問近10年可能嗰個叫做可比性可能更加強啦。因為近排個貨幣政策同埋一啲全世界嘅情況咧，可能對呢個金融制度嘅一啲全新睇法，或者係一啲叫做印錢速度咧又唔同咗。比較咗啦，SPY 同 QQQ 咧都大概咧係升1.2至1.8倍，咁之後由120萬咧升到260萬，同埋